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很多人可能会开玩笑说，现在记性越来越差，不知道是不是患了失智症。虽然说不要自己吓自己，但是也不能够太过轻忽，因为根据统计高龄社会来临以后，失智症的患者就是逐年的增加。至于有什么相关的症状，怎么样去评估？那一旦罹患之后，如何治疗？病患家属怎么样去应对照护等等，我们今天都要好好来请教医师。重点是希望唤起大家对失智症的重视。那节目现场为大家请到成大医院张维宏张医师，那有请张医师先跟观众问好。各位观众、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张维宏医师。好，欢迎张医师那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失智症呢，因为病因的不同，病变的部位也不同，还包括阿兹海默症帕金森病等等。不过广义来说，什么叫做失智？也请医师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OK。过往一般民众都认为所谓的失智就是指记忆衰退，那但是因为现在医学进步，知道有更多不同种类的失智症，所以现在失智症如果用比较广义的定义来看的话，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在因为罹患了失智之后而导致的认知功能还有其他相对的功能的这个退化，那这个因此而我们可以称为失智症这样子。是，我想没错。过去呢，为了降低这个疾病的名称就负面的评价所以已经将这老年痴呆症改成失智症。那另外就这个美国精神医学会的诊断已经更名做神经认知症那这部分诊断变迁也是医生稍微说明。OK。好，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失智症现在已经是以所谓的认知功能缺损，那认知功能有相当多不同的面向，对，所以在从第3版的这个美国精神诊断准则开始呢，慢慢的将名称从一开始只有所谓的阿兹海默，慢慢的多元化，那所谓的神经认知症下面呢，就会有相当多不同种类的失智症，例如阿兹海默、帕金森氏症、失智症、额颞叶失智症等等等。所以只要有一项的认知功能障碍就可以诊断成这个所谓失智症嘛？还是说还有多项的一个障碍才能够？它必须要符合诊断的标准，必须要符合多项以上。OK， 不是单纯的像过去就这个记忆力衰退。当然不是。是。那我想，当然失智症有这么多样性的一个功能障碍，那是什么不同原因所造成的 ？OK， 当然不同种类的失智症，它的原因就会不同是。那我们如果用非常粗略的方式来做分类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个失智症的并发的位置来做一个粗类的分别。例如说，如果你是在皮质就是有所谓的大脑外层所造成的病变，我们就会叫皮质性失智症。那如果是皮质下呢，那我们顾名思义就叫皮质下失智症。OK， 我想确实今天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失智症是生病不是正常老化。不过我想还是有些家属以为患者是这个老还灯以为人老了都是这样子然后忽略到就医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请医生可以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失智症跟所谓正常老化的一个区别。OK， 失智症它顾名思义，它是症嘛，是症状，所以它症状就会有相当多不同表现的集合。那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它的认知功能或者是它的生活功能的受损，已经影响到了他的生活。那一般正常老化，我们说这个年纪大了，记忆力变得比较不好，但是他在执行他的生活功能上，还是有办法独立照顾自己。这时候我们不见得就会叫他是失智症。是，那如果说突然一件事情他突然忘记，那是不是要训练他，或者说要求他一定要把它想起来，才不会演变成真的所谓的失智嘛？这两者不见得有相当程度的关联。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年纪大了之后的一些认知训练，能够维持或减缓他退化的速度，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他已经在走失智的这个过程，你用单纯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方式，并不见得能够延缓他退化的速度。了解那近年来有很多电影的主题都是以阿兹海默症当作主题它让很多人对有失智症这样的疾病感到非常惊讶。不过失智症它因为病因的不同，也有很多症状表现所以请医生来谈一下一般常见的种类有哪些。OK，
OK， 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一般的话分成皮质性失智症、皮质下失智症。那皮质性失智症大家一定常听到的，就像阿兹海默，大概占了我们所谓失智症60%左右的这个比例那它当然是以记忆缺损为准。那其他的呢，像所谓的额颞叶失智症，它位置可能就是在额叶跟颞叶，那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那所谓皮质下失智症，例如大家熟知的帕金森氏症失智症，或是路易氏体失智症，这些都可以称为皮质下失智症。还有一个比较常见也是血管性的失智症。血管性失智症的话，它就会根据它病变的位置不同，如果它是在皮质所这个造成的缺血性受损，那我们就会认为它是皮质性。那如果它是在这个比较深的位置的中风所造成的缺血性的这个失智症，那它就会是皮质下的。所以这样的症状其实是国内外皆然嘛，都是这样吗？是，对。好，那我们仔细探究，因为我想每个疾病随着病况的演进，每个级别都有不一样程度的表现哦。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失智症患者到晚期哦，几乎都是要仰赖别人的照护哦。那请医生谈谈这个失智症的病程。OK， 这个部分的话，就过去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治疗模式，我们一般会认为，如果在一个没有经过治疗的自然病程之下，以阿兹海默症为例，它大概就是10年左右的这个病程。那当然，现在医药跟照护技术的进步，所以很多的阿兹海默症患者，他经过适当的治疗，他可以将他的病程拉长非常长。我在门诊里面也有很多10多年仍然停留在轻度、中度失智症的患者。所以整个病程会随着治疗的进步，还有照护的进步而有所不同。所以大概也是分所谓初期啊、中期跟晚期这样。是没有错。好，那初期的部分的话，一般来说，当然如果我还是以阿兹海默症来做例子啦，因为大家比较熟悉，阿兹海默症初期的话，当然就是以一些记忆功能缺损，那在部分执行功能上可能有些障碍，但绝大部分的事情他可能还可以自己完成。但是进入了中期之后，可能在很多他原本可以处理的事物上，会慢慢的没有办法靠自己独立的方式来做处理。那当然到了晚期，一些相对基本的生活照护都必须要仰赖他人来照护了。所以甚至会演变到死亡这样子吗？对，当然，不过失智症本身并不会导致死亡，失智症主要会死亡的原因都是它所产生的并发症，例如说它吸入性肺炎，例如他跌倒骨折，那没有这个立即的经过这个医疗，这些反而是他致死的风险。反正就是一个所谓进行式的一个退化的过程，没有错。那我想根据医生的掌握这个资料，就是我们高龄社会来临之后，失智人口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OK， 这个东西会随着我们的这个年纪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举例来说，还是以阿兹海默症为主。是。那阿兹海默症它其实每多5年，它的风险就会对倍。那如果盛行率以65岁到70岁是以2% 来做这个比例的话，70到75岁就会是4%，那75到80可能就会是8%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那随着年纪，它的这个比例就越高。那整体的盛行率大概还是落在5% 上下。OK， 是，所以还是蛮高的哈。是 OK， 那我想类似这种所谓的进行式的退化初期是很容易被忽略、延误就医哦，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评估失智症？怎么评估？特别是早期，我们就可以介入，不用到这个严重，我们才来这个认出来这样子。OK，现在有相当多不同的量表可以去帮助我们做这个评估。那举例来说，我们会有一个叫做 AD8这样子一个简短的量表，可以在早期的时候协助我们去看看这个个案是否有一些相对的退化状态。那其实更准的其实是家人的感受跟病人本身主观的感觉，因为他们功能的差距跟过往比较的话，其实这个是最亲近的人是最理解的。对，所以一旦注意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其实都可以试着来就医做一些评估。当然，评估的过程里面，我们除了一些认知功能的评估，我们必须还是要做其他身体疾病的这个评估，因为有一些所谓的代谢性的这个疾病，它仍然有可能短暂的影响到我们长辈的认知功能，例如甲状腺，例如一些相对的营养素等等，这些东西的缺损都会造成长辈看起来像失智症，但实际上经过治疗之后，它是有办法复原的。所以是要靠一些影像的辅助这样子吗？影像抽血，我刚刚讲是抽血，那影像的部分主要是看我们的大脑这个血管的部分有没有一些相对应的病变而造成的失智。OK，
好，那我想失智症一旦到有所谓的精神的症状，是不是都比较严重？大概是有哪些症状 ？OK。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然后一般人都会认为说，失智症好像要进入中期、后期之后才会有精神症状，实则不然。在临床上，我们注意到有相当多的个案，在所谓的失智症的初期，甚至在失智症的前期，就会有所谓的精神症状。那这些精神症状其实范围相当的广泛。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所谓的失智症合并精神症状，我们英文简称叫 BPSD，它其实有行为的，也有所谓的心理跟精神上的症状。反举大家知道的睡眠障碍、焦虑、忧郁等等，其实都是 BPSD 的这个诊断范畴。那当然大家更熟知的这些妄想、攻击、迷路、这个幻听等等，这当然也是精神症状之一。就是重复一些作为哈，让他很担心那个，对，这些都会是 OK。好，那我想，既然这么多一个复杂一个层面哈，那失智症患者的长辈在整个照护跟治疗上面需要注意的重点大概是哪些 ？OK，我想在治疗上面呢，我们可以分成所谓的药物治疗跟非药物治疗。我们可能可以先来看看非药物治疗。好，非药物治疗其实包含了几个环节，包含长辈他生活的环境，以及长辈照护者应对的模式。那所谓的这个照护的环境，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家属，我们的长辈最好是有一个固定而且稳固的环境，不要说，譬如说，家里有3兄弟，然后一个住台北，一个住台南，常常在非常短的时间，比如说2-3个礼拜就换一次居住的地方，这个对于长辈来说会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本身在辨识上就会有困难。那你频繁的更换他居住的环境，他会错乱的。那第二个，在环境的安全，还有它的整个环境的这个走道上面，也必须要特别注意，不要摆放太多的东西。那这个所谓的时间上的规律，譬如说早上的时候就要让阳光能够进来，晚上的时候就必须把灯关掉，这个都可以协助我们这个长辈的这个生活的节律。好，那当然在照护者的部分的话，其实有相当多的小技巧，在这边可能不太容易全部讲完，不过几个大重点可以提供给各位观众做参考。第一个就是在沟通上面，我们不要单纯都只有所谓的单一沟通模式，或甚至言语的模式。有的时候必须要用不同的策略来协助我们的长辈去完成，或者是去进行他该进行的东西。那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要这个所谓的这个非常注意力的摆在这个长辈身上，而不是说我们一边照顾长辈一边做其他事情，这样其实常常会让长辈无所适从。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需要在长辈没有办法去理解或接受一件事情的时候，跟他争辩事实的真伪。我们当然有的时候会希望长辈可以理解一些事情的这个经过啊，或者是对错等等。可是对他们来说，有的时候不容易理解的时候，你过度的争辩反而会引起长辈他的焦虑。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家属不要争辩，等事情或情绪过了之后再来进行想做的事情，通常会这个成功这样子。OK， 那所以在这个非药物治疗当中，就我理解，就有一个所谓的怀旧的治疗，那类似你们跟历史博物馆然后合作，有一个快乐的处方签，而邀请这些高龄长辈去体验参访这些课程，好像也是一个管道。是，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回忆的治疗。是。那还有另外像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音乐上面，或是在上面有没有特别一些治疗方式 ？OK， 我想这个一定大家都有听过相当多的治疗，包含美术治疗、怀旧治疗、这个音乐治疗等等，甚至有宠物治疗。我想这一些都没有问题，都是协助长辈延缓失能的方法。好啊，但是这个东西主要都是一个所谓的辅助性的，协助长辈在功能上、在生活上能够稳固，但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治疗模式这样子。那我们谈到药物的部分，它也是只能所谓的延缓，它并不能够治愈。是的，对。目前在临床上，我们使用的药物绝大部分都是针对阿兹海默症在做治疗。好，那这些药物很可惜的是，目前的确都只能达到延缓的效果，而没有办法做一个逆转或复原的这个治疗模式。是。好，那所谓的药物的部分目前有比较特别的一些效果吗？
可以治疗的效果。OK， 对，目前在研究上告诉我们说，这些药物其实在所谓的认知功能的退化、记忆力的缺损、生活功能的执行，还有它的这个情绪上，其实都有一些帮助。甚至一些研究告诉我们说，在合并精神症状的时候，适当的阿兹海默症的药物治疗也可以有效的改善它的一些精神症状。所以药物也是越早介入越好吗？一般来说，我们希望是达到轻度以上之后再开始做药物的治疗。是极轻度的时候，目前仍有争议这样子。OK， 那我想说，一般呢提到非药物治疗上面刚刚提到相关的有一些环境的调整哦，提到特别营造之外呢，那我想我们今天谈这个失智症呢，也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有什么照护的重点上面要提醒一下长辈的。OK， 在照护上面其实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说在所谓的这个照顾上，可能必须要有一些更仔细的观察，因为在所谓的长辈的这个沟通上面，会随着他失智症的严重程度而有所这个退化，所以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很多的长辈在所谓的这个感染，比如说泌尿道感染，或者是吞咽上，如果这个呛咳，如果没有经过一个比较适当的这个观察，其实很容易这个忽略掉，而造成长辈所谓的身体的风险。所以我想这一块是除了刚刚我讲过这些东西之外，是额外需要特别注意的东西。因为为什么我听说有些失智症它因为这个营养失调造成的，所以只要透过那个正确的这个病因的话，也有可能会有根治。有一些失智症它可能是可逆性的，但这个东西主要是一些身体造成的部分，比如说像它的维他命 B 缺乏，那像是一些感染的部分，这些其实都有可能透过适当的治疗而逆转。那所以为什么在临床上，一个失智症的长辈带到门诊，医师会帮他排除了影像诊断、认知功能检查之外，还会有相当多的抽血。那提到这个失智症，有些人明明就是很年轻，他有失智症哦。那因为基本上这样讲，就是所谓的脑部退化，或是这个整个神经的退化，那为什么还是会有年轻人得到这样的疾病 ？OK， 这个目前为止我们在医学上我们称为早发性失智症。那早发性失智症其实相当多都跟遗传的变异有关系，它可能有特定的遗传的基因缺损，那这些个案比较容易造成所谓的早发性失智症。那当然有一些个案可能在整个生活的过程，他可能接触了过多这个有毒的物质，例如像重金属，甚至是一些非法物质。那这些非法物质都有可能会造成大脑提早的退化。OK， 我们讲到这么多，我想说，一旦罹患相关失智症，我们需要挂哪一科？因为有些人挂神经科，有些挂神经内科之类的。好，我想都可以，因为一般来说，在目前国内呢。神经科、精神科其实都致力于失智症的这个治疗还有照护，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各位民众挑选自己觉得可以信赖、可以合作的医师，我觉得都很好。是我这边有个统计，就是欧美它其实经过很多的长期追踪研究，它发现可能有些症状是在20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大概是怎么样提醒做一个预防的动作的 ？OK。我想是这样子哈，失智症它会是一个超越医疗的问题，它会是一个社会甚至是一个生活的议题，因为假设一个个案20年前就知道自己会是失智症，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所以我想这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大概很难说20年前知道了之后就开始做预防。不过我想一个规律的生活，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一个这个良好的运动习惯，甚至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认知功能的训练，譬如说一个好的工作，不断的使用大脑来做所谓的这个脑力的激荡，这些都可以协助我们去做所谓的失智症的延缓。那剩下的我想大概就只能够交给老天爷了。是，那我想说，既然都是老人居多嘛，那我想如何这个运动的选择，会不会特别适应高龄者的这样运动选择 ？OK， 我想运动可以分几个面向，一个是所谓的阻抗性运动，也就是所谓的肌力运动，那另外一个是有氧运动。那就目前为止呢，我们会认为。长辈如果可以同时有氧运动，也有所谓的阻抗运动，其实可以有效的延缓退化的状况，也就是一些适当的重量训练。但是这个东西可能要请教相关专业的人士，避免我们的长辈在这个不适当的重量之下而受到额外的伤害。
那所以刚刚提到的多动脑这部分有没有什么特别建议 ？OK，其实香港之前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然后他发表在很好的期刊，他认为说一些相关的益智活动，其实都可以有效的延缓我们的这个退化的状态，一些益智的活动啊，一些游戏啊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长照的据点，在带领的这些活动，其实都是类似的概念。就像香港人他们喜欢打麻将之类的，对，但是这个赌博的部分我们就不建议了哈。就是手脚可以并用这样子，对。是。那有人建议是说采用所谓的地中海型的饮食，这部分医生个人觉得呢 ？OK， 地中海型饮食的确在某一些研究上面告诉我们，它可以有效的这个延缓某一些退化。那当然像是一些坚果类或者是一些橄榄油，它当然含有一些不错的这个营养成分，它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是。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拿来当治疗的话，是没有办法，它可以当成是延缓退化的一部分。对。我听过，特别是所谓之前曾经有过头部外伤的，会容易造成这个阿兹海默症的一个原因嘛 ？OK，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哈，就是说所谓的头部外伤，我们可以把它归在血管性的这个因素里面哈。那在目前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在亚洲区同时合并有阿兹海默症及血管性失智症的个案，可能大约有10%。也就是说，相当大概有10个阿兹海默症就会有1个可能有血管性的问题。好，所以的确在这个部分是相当值得这个注意的这样子。那另外所谓的这个三高，我想应该是能够避免就避免了。当然，是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佐证 ？OK，2015年的时候，美国精神医学期刊有一个相当好的统合性分析，它做了相当多的这个失智症的危险因子的研究。是。那目前的研究告诉我们说，除了三高之外，很多的生活习惯，包含抽烟、喝酒，这些都会是失智症的风险因子。那当然，一些持续没有被治疗好的精神疾病，包含忧郁症，这个也都会是这个失智风险的这个高因子这样子。所以维持一个健康的体重体态，也是一个避免这个失智症的一个潜在风险嘛？当然是的。OK， 好，那我听过有人提到这个所谓的听力障碍，有可能会这个罹患风险会更。这至少有2倍以上嘛，是这样的。OK， 听力因为它在沟通上面，它的这个所谓的观感的刺激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的确也有可能会加速退化的可能性。一般你提到就是所谓的忧郁部分，好像跟这个失智症其实好像是一个加成的关系，好像就是越来越复杂越严重，对不对？是搅在一起。OK， 其实有相当多研究都在讲这件事情，包含说在2017年的时候，美国这个医学期刊，它其实做了一个8年期的长期追踪。那你可以看得到，在忧郁症的个案，当他的忧郁程度越严重的时候，他其实罹患失智症的风险越高。那其实有更多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其实在失智症前期，大概就有1/4的个案有忧郁的症状。所以忧郁症跟所谓的这个失智症本来就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在更早以前，我们临床上有一个东西叫做伪失智。那这个伪失智常常是发生在老年忧郁症的患者，因为在忧郁症的时候，他认知功能也会受损。那随着忧郁症的功能，这个症状被改善了之后，他的这个失智的症状就会跟着改善。好，那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这些所谓的伪失智的个案，其实有相当高的风险，仍然可能成为失智症。所以忧郁症跟失智症本来这2者之间关系就相当的密切。我想家里如果是有所谓失智症的患者的家属，我想已经非常的这个困扰哈，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患者来进行沟通。那刚刚医生有提到所谓的沟通技巧，那我们到底怎么样进入所谓患者的这样的一个他自己的世界？有没有可以多做一些建议？对，这个东西其实相当的所谓的个体化，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个案的生命，他过往的经验来做一个这个分析后，我们大概没有一个非常这个一致性的方式。其实所谓的进入个案的世界，应该是去理解个案过去的生命经验以及他现在的困境，来协助他。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而不是说有一个很一致的方式来协助个案，这其实通常是不容易成功这样子。是。
那主任在您所谓职业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个案，或者觉得他是从很成功，我们从慢慢延缓他整个失智的一个病程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有相当多吼，是一时要讲其实也不容易。不过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个案，它应该是在这个治疗之初，其实它合并了相当多忧郁的症状，而且它的认知功能退化的相当的快。是。那在经过适当的忧郁症治疗以及所谓的失智治疗之后，它还有部分的能力可以回到它原本的生活功能上去。那其实对于所谓的照顾者的压力也会相当的这个大大的减轻，然后所以这些个案其实到最后跟家人还有医疗的关系，我觉得都相当的好。就避免他进入所谓安养中心，他可以真的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是，现在很多长照也是在讨论类似的东西，就是如何在社区能够协助这些所谓退化的长辈延缓失能，但是他可以在社区里面生活。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在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协助长辈能够稳固的在他舒适的环境里面继续生活。真的有所谓比较年轻的个案这样子吗？有在我们的诊间也有相当多早发性失智症的个案。那其实他们承受的压力是更大的，因为在同年纪的个案里面，他可能正在事业的巅峰，可是他已经慢慢的在往生命的尽头走，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会合并相当多情绪的状况。是。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谈失智症就是希望提升大家对这个疾病的病识感，因为它真的是疾病，而不是正常的老化退化。当然，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都成为我们卫教的尖兵，那一起来面对，来降低这个失智症的风险哦。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也祝大家都平安健康，我们再会，谢谢。